后来乡亲啊，你敢知影？代表着圣诞节的食物，除了圣诞红，也有这种圣诞白色。这个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的圣诞白色当咧大开，真有耶诞节的气氛。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除了有高级建筑和水稻文化以外，园区内底白雪帽嘛拢已经开花，白色的花蕊都那是绿色同款。水稻博物馆的圣诞白雪今年又开喽，那沿着我们的大门入口往右边走，花园区一整条小径上都会看得到。目前的花况大概已经开到7到8成了。这款名叫做白雪帽的食物，阁叫做圣诞草色，一般拢会伫圣诞节前后开花。伫去年都受到各地民众欢迎，今年嘛生甲真水。今年它又长得更大颗，所以看起来又更好看、更漂亮一点。那我们预计这个花会一直持续到过年，因为今年过年比较早，所以说它持续到1月底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园区内底白雪帽高价开到农历过年之前，介意自然事物的民众嘛一定爱记得来遮欣赏。